一個陰雨綿綿嘅星期日下午，我一個人企喺廚房，為佢準備咗佢最中意嘅咖啡同甜品。台線仲放住啱啱買翻嚟嘅戲飛，係我特登揀嘅，想俾辛苦咗一個星期嘅佢放鬆下。不過佢坐喺梳化上，雙眼望住手機，沉浸喺社交媒體入面，完全冇注意到我幾咁忙碌。當我攞住咖啡行到梳化旁邊，微笑住輕聲講：我準備咗你中意嘅嘢食，但只聽到佢淡淡咁回咗一句：放低啦，唔該。之後視線又轉返去屏幕上。我係咪真係太傻啦？成日咁主動，結果換嚟啲咩？可能佢真係太忙，根本冇留意到。但係無論幾忙，連句多謝都唔講，係咪太過分？定係我表達得唔夠清楚，佢冇明白我嘅用心？難道係我做得太多，令佢覺得一切都係應該嘅？我點解要咁做？係因為愛佢，定係想證明自己有幾重要？或者我自己太會付出得太多，先會咁敏感？佢唔主動多謝我，係咪就唔應該再理佢？可能問題唔係佢，而係我成日都期待一個對等嘅回報。算啦，佢應該唔係故意嘅，我唔再計較。但係下次我應該問下自己，我真係想咁？佢冇眼睇咩？點解會完全冇注意到？可能我可以直接同佢講，我需要啲咩，而唔係默默咁等佢發現。可能我都要負責任，因為我從來冇清楚講出我嘅感受。如果我坦白咁同佢講清楚我嘅需求，可能情況會唔一樣。